出師表》諸葛亮。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敝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；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。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失忠諫之路也。宮中府中，俱為一體，職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奸犯科，及為忠善者，而負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治，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侍中侍郎郭攸之、秘醫董允等，此皆良實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揀拔以慰陛下。如以為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知之，然後施行，必能卑補缺漏，有所廣益。將軍向寵，性恨肅君，曉暢軍事，是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眾議舉寵為督。如以為營中之事，悉以知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睦，優劣得所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。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。侍中、尚書、長史、參軍，此悉精良死節之臣，願陛下親之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繼日而待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久存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知臣以當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以來20有1年矣。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宿夜憂嘆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名，故5月悼勞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肅三軍，不定中原。庶竭勞頓，揚除艱凶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選益，進盡忠言，則由之依允之任也。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，不效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。若無興德之言，則責由之依允等之慢，以彰其咎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知州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。臣不勝受恩感激，今當遠離，臨表涕零，不知所言。